人嚟講，認知障礙症亦即係腦退化症啦，會以為呢個病係遙不可及，於是到自己又或者係屋企人出現呢個病症嘅時候，往往會因為唔夠了解，變得擔心甚至係不知所措。但其實當確診咗腦退化症之後，只要及早揾到合適同埋專門嘅服務同資源，就可以安然面對啦。一直推動長者福利嘅香港賽馬會，早喺1997年就睇到香港腦退化症人士嘅需要，因此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資助，位於沙田嘅耆智園就喺2000年6月正式投入服務，成為香港首間專業一站式綜合腦退化症照顧服務中心。耆智園喺環境設計同埋設施配置方面考慮周詳，俾腦退化症人士喺安全舒適嘅地方體驗每一日嘅生活，為原有締造家嘅感覺。呢度主要有3個核心服務，分別係記憶診所、日間服務中心同埋住宿服務。呢度嘅2樓名為耆樂軒，係住宿樓層，成個環境係參考國際腦退化症協會及英國大學建議嘅設計模式，以盡早復康同適應居家生活為目標。希望協助離院腦退化症人士作過渡性嘅介入同埋訓練。耆樂軒嘅一邊設有大廳、開放式廚房、用膳同埋活動空間，仲有物理治療室。